长辈不和，细碎痛苦；翁某吵闹，外人轻视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厦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屈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有志气着赢你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，你种赢着快乐，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屈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二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是捌讲过，你照顾我一世人，你安怎我甲阿妈是要安怎啊？人生离世间，总是爱拄着。我切还在做这一生中，我受的痛苦嘛真多，我已经忝，你也是，阿爸总无法度一世人踮你的身躯边陪伴你。我真正忝，我真正忝。我去了后，你唔通伤心，知影无？阿爸，你莫走，你莫走啦！是真正看到阿爸，人搁一个人要开心进去，拢会回去伊上挂念的所在。感觉阿爸伊，阿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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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豪。阿豪，你想做阿豪？阿豪，你醒啦！你醒起来！我老死人，今日去甲看一个啦！想做啦！你醒！你想做？秘书啊，准备上手。好，上手！你想做先？我们要急救啦！来，你先好等好不好？我会感动啊！来，我好是不要紧无啦。我高蛋哦！
你来伫外口啦？你哪怕这阵等待急救啦？急救！我都知影出代志啊！谁都哪会知影？阿妈，我拄才回来厝，我看阿爸坐伫客厅，你叫我以后要好好照顾你。阿爸，文英，阿玲，阿江，我，好啊，你敢知这是什么所在啊？阿爸，这是什么所在哈？阿好兄，这是一个真水的所在，我就是伫遮等着阿安伯啊。文英，你的意思是讲，这是？阿爸，我迷茫就想袂到讲，咱两个当搁见面，还有文英，我是真够欢喜的，我是真够欢喜的。好啊，阿爸看到你嘛真欢喜，我知影你最近真痛苦吼。阿爸，你哪会知影？阿好兄，阮哪会唔知影？你为美馆所付出的。阮拢有看到。文英啊，美馆哦，都袂输咱的亲生查某囝同款，不管我替付出偌多，迄拢嘛是应该啊，对无？你伫遮好无啊？
当然嘛好啊，我一只有本领仔陪我，啊嘛有老头家、老夫人，啊水星菜云拢嘛转来，大家过得真快乐，真幸福嘞。好吧，安尼真好。我即摆哦，我会当踮去斗阵生活。我以前哦，一直怨叹讲啊，你在生的时候我无会当安好友孝你，即摆我会当好友孝你啊！我真欢喜，我真欢喜。阿爸，头家妈因嘞，你带我来去找因好无？王囡仔，你袂用伊遮，是安怎袂用你？因为你时辰还未到。死神？伊什么死神啊？阿好兄，阮拢是往生的人，也毋过你毋是。谁讲的？我若无往生，我哪会人来遮？因为天公伯啊，听说你是一个好人，所以伊予你一摆机会来甲阮见面。也毋过，就因为你是一个真好的人，也阁有真侪代志需要靠你去完成，所以你袂用咧留落来。我就要搁倒转去哦！我袂啦，我要参恁做伴啦！我要倒转去，我甘愿不爱做好人，我要留喺遮。阿爸，我不袂用伊啦，你厝内还有一个老母咧，你敢忍心恁老母为你来伤心哟？是啊，阿好兄，你若是无转去，你叫美官是要安怎？我袂啦！我食遮多岁啊，我感觉拖包无够哟。恁会当踮遮享受时，安怎我袂用你？我要转去啦，我要踮遮甲恁做伴啦。好啊，你莫安尼想啦。你即摆虽然咧食苦，以后所得的福报会比阮较济啊。阿爸，也毋过我。是啦，阿好兄，你若是无转去，你身边的人所受的痛苦会比你搁较济，你知影无？汤圆，你囝已经无危险啊，已经精神啊啦！精神啊！精神啊！哎，三弟去甲看袂？哎，你安尼去啊？多谢啦！阿爸精神啊！你讲白啊无比，你精神啊！你拢知影我等一工等足久啊呢啊！就好诶。第一名演出大野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恁继续同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野厝，赞！有一刻着赢你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喂，是啥敲电话来哦？我来接啦。喂。是我。总经理哦。有啥物代志呀？你离开了后，我就开始想你啊。其中，你敢有想我？好啦，我会处理。你某是毋是伫边啊？是啦，是。那安尼，我就莫甲你加讲，有你会歹做人。是啦。啊，毋过，我想要听你甲我讲一句话。你就是我的。总经理，我想，
你先唔免烦恼这件代志啦。我明仔载吼一定会处理好势。你先较早休困吼。你反应真紧的，安尼哦，我就真满足啦。明仔载爱来上班哦。总经理打电话来讲，交替我一寡公司的代志，我甲伊讲我明仔载就会处理。你明明就袂晓讲白菜，你啥去欺骗我？我无啊，我哪有欺骗你啦？你要转来进前，林总给你已经打电话来过，佮甲我回信咧，讲伊甲你留在因兜想我，才互你转来。啊，伊敢有甲你讲啥？你是惊伊甲我讲啥事？讲啊！我，美娟，你免有这款想法啦。人伊是高高在上的总经理呢，啊，我敢若是伊请的新郎尔，伊哪有可能会介意我啦？啊，搁再讲，人还袂结婚呢，啊，你安尼讲人，你叫人以后……安怎？你咧唔甘心？无啦，我哪有啥物唔甘啦？我啊，美娟，你无信任别人，嘛着准拄好啊。我是你的翁呢，你敢会袂信任我的哦？你有啥物所在值得我信任？你知无伫开林总经理，我有真重要代志要甲你交代。张局长，为今仔日开始，你若是要出去，或者是你无爱转啊，我拢麻烦你敲一通电话给你阿母，莫让你阿母来我遮找囝。电话哪拢无人接啊？啊，美娟姐啊，甲阿伯今仔嘛无来病院啊。啊，要甲伊讲阿爸吼，已经精神的好消息，嘛拢找无人。阿福啊，你的喙干袂？阿母摕水互你啉吼。阿母啊，是的啦，我知影，这阵啊你一定拢袂食袂困哩，替我真烦恼吼。你若知就好啦。阿母吼，讲正经的，真气你一个不孝子呢，食遐多嘢，搁互阿母替你伫咧烦恼。阿母啊，你知我这个两柳院的命，顶世人的坐都要兴完哩。天公伯吼，伊无咧戆，伊袂遐简单就放我煞。天公伯也无甲你带走，阿母这条老命吼，险险就叫带去哦。阿母是伫遮倒偌久啊？你还阁好意思吗？你伫咧遮倒已经10天啊呢。有遐久啊？是啊，你即马才知哦。你倒伫遮吼，我甲阿妹啊，逐工就踮遮底甲你顾啦，迄厝拢唔敢转去呢。阿妹啊吼，为你目屎流偌多呢，你敢知？你这个客查某囝，咱讲正经的啦，听了有价值啦。你敢知影？恁安尼伫遮装出装入，恁讲的话，恁咧哭，咧流目屎，我拢嘛有听到。第一名戏出大下厝，
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。希望恁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野厝。你哦呀你哦，有一曲中呀你哦，俗风赢着才苦了苦。我实在少想要起来，少想要开嘴甲恁讲，叫恁免烦恼，但我都袂要紧啦。不过，阮出足大气力，硬要顶起来，都拢顶袂起来，哪有法度？阿母啊，你敢知影？我咧倒咧食的时阵，我有去一个我毋捌去过、真水的所在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啊，人生的舞台，啊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啊，演出怎精彩？啊，犹原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。